这里不用这里。对这会说了嘛，这个是刹车天脚，这个刚刚知道吧？不然拿这个随便怎么还点不烂。把这里边不是点烂点不烂，知道吧？你瞄那东西，你做了大点方向靠这一靠，看没看见不就好了？你瞄那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你做个方嘞，要用这个轴，是两个，是两个嘞，是两个，上面还有下面还有。你这轴子现在轴子，你随便用了，我去哪给你轴了？你们轴子头子我你们干的，哎，就这样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这样用的，没办法啊。哦，你知道的，哎呀，我俩这方式可以，现在再说。马上要车掉了，到警方局马上要车掉了，你就等着用，等着加油。
个西瓜。刚才下去了。